主席，要培養高質素嘅新一代科技人才，並唔係一朝一夕嘅事，而係一個需要長期規劃同埋系統推進嘅艱巨任務。其實早喺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已經講過，計算機嘅普及咧係要從娃娃找起。而家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嘅教育，同樣需要從娃娃找起。只有喺中小學階段開始逐步提高學生嘅人工智能科學素養，先可以為國家實現建成科技強國嘅宏偉目標提供源源不絕嘅人才支援。內地好多城市其實已經喺呢方面行咗好前㗎啦。舉個例，2023年9月，深圳市已經全面將 AI 課程引入咗中小學課程。學生除咗學 AI 知識，仲可以用簡單嘅編寫程式做出自己嘅發明創作，親身感受人工智能點樣可以改變生活。講到呢度，我不禁諗起早1年前參觀過香港一間 STEM 嘅學校嘅經歷。當時我見到學生對編寫程式嘅熱情，仲有佢哋熟練操作程式嘅能力，真係令我印象深刻。我相信香港嘅教育同學生質素並不落後，只要有適合嘅土壤，我哋嘅學生同樣可以成長成為國家未來科技發展嘅新力軍，甚至有可能成為幫香港打造成一個創科之城。不過現時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如果想喺教育上追上時代嘅步伐，我哋就唔可以再用傳統學科嘅教學模式，單靠照本宣科，或者以應付考試為主，咁樣只會令課程變得沉悶，學生亦可能會覺得學 AI 等新興技術對未來冇幫助，最終係失去咗學習嘅興趣。因此，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有策略、有針對性咁樣檢視並改革現有嘅課程體系，令中小學教育可以全面適應新時代對人才嘅需求。喺呢方面，我覺得有2個主要方向咧係可以考慮下嘅。第一，將 AI 融入現有嘅學科，利用 AI 技術賦能教學，例如數學、科學呢啲基礎學科咧，可以用 AI、元宇宙等工具模擬科學嘅現象，進行沉浸式嘅教學，幫助學生更加直觀、生動咁理解抽象嘅基本概念，提升佢哋嘅學習興趣同效率。而喺中文同英文科上面咧，除咗傳統嘅閱讀同寫作教學，亦可以引入大語言模型，俾學生親身去體驗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嘅強大能力，例如即時翻譯、文本生成或者語義分析，同時令佢哋了解 AI 模式嘅不足。第二，中小學可以有策略地開設專門嘅 AI 課程，喺小學階段可以以啟蒙為主，令學生對人工智能有基本嘅認識，而係中學嘅階段則注重佢哋嘅 AI 應用能力同創新精神，仲可以鼓勵中小學同埋喺科學園啊、數碼港啊內嘅創科企業合作，將學習同埋實踐深度融合。同時，中小學校亦要重視 AI 嘅倫理教育，如人工智能涉及嘅版權同私隱問題，仲有深偽技術可能帶嚟嘅風險，令佢哋成為負責任嘅 AI 使用者。如果唔變革，我哋嘅學生好可能會落後於時代發展嘅步伐，將來出到社會面對大量需要 AI 等新知識嘅職位，就會束手無策。對於香港社會嚟講，如果冇足夠了解 AI 嘅專業人士，就好難發展本地嘅 AI 產業，譬如法律 AI、會計 AI、工程 AI， 甚至令香港錯過經濟轉型嘅關鍵機會。總之，積極調整中小學課程嘅架構係培養未來人才嘅關鍵步伐。我哋必須要未雨綢繆，為未來發展嘅新機遇做足準備功夫。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